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上卷第18章。大卫甲扫罗话讲煞，约拿单甲大卫心结3年。约拿单疼伊，亲像疼家己的性命。对迄日起，扫罗甲大卫留伫身边，无互伊倒转去因老爸的厝。约拿单甲大卫两人结约，因为约拿单疼大卫亲像家己的性命。约拿单脱伊的外衫互大卫，佮将军服、镰刀、弓、腰带嘛拢互伊。扫罗无论派大卫去倒位，大卫所做的拢顺利，所以扫罗派伊做部队的指挥官。众人甲扫罗的官长拢真满意。大卫拍死歌利亚倒来的时，所有的妇女对以色列逐个城市装饰出来，唱歌、跳舞、拍玲珑鼓、弹琴、作乐来迎接扫罗王。遐个妇女跳舞，有诶唱，有诶吟，讲。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扫罗非常受气，无欢喜即个话，就讲：将万万互大卫，千千互我，剩王位还未互伊拿定。对迄日起，扫罗看到大卫就甲伊迎。隔日，对上帝遐来的歹神完全控制扫罗，伊就伫厝内开始乱讲话。大卫照常用手弹琴，扫罗手呢有举枪，就甲迄支枪射去，想讲我要甲大卫射头家，甲伊顶伫壁呢。大卫有2遍闪开。扫罗惊大卫，因为上主离开伊，甲大卫同在。因为安尼，扫罗互大卫离开，派伊指挥1000个兵，大卫就做头领导军队。大卫所做代志拢成功，因为上主甲伊同在。扫罗看到大卫所做代志拢成功，就搁较惊伊。毋过，以色列甲犹大的人民拢拥护大卫，因为伊拢做头领导。扫罗甲大卫讲：我的大查某囝米拉，互你做某，毋过你着做我阵中的勇士，为上主交战。扫罗心内想：我毋通亲手害伊，着借非利士人的刀，互伊死。大卫甲扫罗讲：我算啥物？我有啥物身份？阮的家族伫以色列中算啥物？我哪有资格通做王的囝婿？扫罗的查某囝米拉应该甲大卫正亲的时到，扫罗竟然将伊互米荷拉人阿底列做某。扫罗另外一个查某囝米迦爱大卫，有人甲扫罗讲，扫罗听了真欢喜。扫罗心内讲：我将即个查某囝嫁互伊，做罗梦，通借非利士人的手害死大卫。扫罗第2遍甲大卫讲：你通做我的囝婿。扫罗就吩咐人臣讲：恁私下甲大卫讲，王真介意你，人神嘛真爱你，安尼你通做王的囝婿。扫罗的人臣将这话讲互大卫听。大卫讲：恁想做王的囝婿兼是小事，我不过是丧香卑微的人。扫罗的人臣将大卫所讲的，甲伊回复。扫罗讲：
恁着甲大笔讲，王无爱什么品类，只有爱100个非利士人的包皮，通替王对你报复。扫罗的企图是要互大笔死伫非利士人的手下。扫罗的人神将这话甲大笔讲，大笔就愿意做王的囝婿。指定的日期到以前，大笔带部下去杀死200个非利士人。大笔将遐个包皮全数献互王，通做王的囝婿。扫罗就将查某囝米甲互大笔做某。扫罗看出上主甲大笔同在，搁知查某囝米甲嘛爱大笔。扫罗就搁较惊大笔，规世人甲大笔作对。非利士人的首领常常出来攻击以色列人，答辩交战，大笔的战果拢比扫罗的官长较辉煌。大笔的名声哪来哪响。